各位大家亦都知道我即係做粵劇出身嘅。咁點解乜嘢叫做粵劇咧？咁我又口痕啦，喺度我就要講下係嘛？粵劇咧又稱為咧就叫做大戲喎。大戲啊源於乜嘢咧？源於南戲。喺呢個明朝嘉靖年間就開始喺廣東廣西出現啦，係糅合咗唱做念打啊、樂師配樂啊，同埋戲台服飾啊、抽象形態啊等等表演藝術程式。咁呢個粵劇咧，佢每一個行當都有佢獨特嘅服飾打扮。最初演出嘅言語係用中原音韻，所以就稱之為戲棚官話啦。可撈耶咁乜嘢叫做可撈耶咧？可路也係嘛？佢用佢嘅叫做戲棚官話。到咗清朝末期咧，嗰啲文化人咧為咗方便宣揚革命，而把呢個演唱言語改為粵語，使我哋廣東人更加容易聽。咁所以粵劇咧就名列於呢個2006年5月20日公佈咗第一批518項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內。喺粵劇流行於廣東、廣西同埋台灣、港澳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越南、緬甸、柬埔寨、菲律賓、印度尼西亞、澳大利亞、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古巴同埋中南美洲都有我哋廣東華人聚集嘅地區，就有粵劇嘅演出。粵劇係融匯喺明清以嚟流入我哋廣東嘅海鹽啊、弋陽啊、昆曲啊、同埋梆子、河北梆子啊等等呢啲腔啊，呢啲即係河北梆子腔啊，同埋弋陽腔啊、昆曲啊咁吸收咗我哋珠江三角洲嘅民間音樂，同埋形成咗就以梆子即係京劇咧稱為西皮，實際嘅京劇咧佢就叫做四平。點解叫四平咧？我哋廣東人咧譯成西皮啦，四平，佢以為西皮，咁所以我哋有西皮嘅曲牌啦。後期咧，我哋啲前輩咧就將佢改為粵語。早期有人叫做去睇白話戲咯，咁咩叫做白話戲咧？我哋阿爺嗰脱就有人講啦，即係講話白話戲，原來佢聽得懂嘅叫做白話戲，聽唔懂嘅佢就叫做大戲咁嘅啫。有白話戲呢個詞嘅，以前係咁，所以呢個就叫做我哋嘅粵劇啦。